月灣小區啊，268000啊，2房啊，睇下出邊個景觀啊，非常之開闊啊，呢個視野都係比較通透噶。呢個陽台個空間又係比較足夠啊。睇下我哋個客廳啦，客廳裏邊係做咗一個硅藻泥啊，非常之靚啊，全屋個家私都係贈送啊。呢個次臥係一個呢個次臥又係比較開闊嘅一個視野啊，做咗一個上下床 BB 房啊。睇下出邊都係朝西向嘅一個景觀啊，非常之舒服。睇下我哋主臥啦，主臥一牆面又係做咗一個硅藻泥啊，全部都係做藝術漆啊，全屋嘅家私都係贈送啊。呢個視野非常開闊啊。許願灣小區呢係29同埋30座嘅嗰兩個小區嗰兩個位置係做咗一個瓷磚噶公室分離嘅廁所啊。廚房係做一個1字排嘅落嚟啊，然之後我哋有個生活陽台，都係闊咗一個空間啊。總價只需要268000，感興趣聯繫我。